超人气 IP 毛毛虫卡波一出现 ，Uni Girls 成员色气直接被萌翻。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将在10月20日登场。作为活动的代言人，要和市长黄伟哲一起来宣传。除了过去往这个颇负盛名的古都马，还有曾文马之外，我们今年特别再加上一个趣味马拉松，那希望能够扩大大家运动健身的这个概念以及它的层面。那趣味马拉松顾名思义，就是一定要不只是跑马拉松而已，最重要是它的造型，还有它的这个活动更加多元、更加趣味化。全民趣味路跑分为2组，其中8.8公里的吉祥物路跑组将一路沿着安平运河行经安平古堡，也特别在古堡门口设置补给站。3.5公里的万圣节扮装路跑组是绕行永华市政中心周围一圈，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。10月20号气味竞赛这一场目前有2000多个人大概我们的目标是在到5000，最少到5000个。每一组都有不一样的奖品可以拿，那当然就是奖品都是跟卡波联名推出的，所以希望台南的各位，或者是不管是全台的各位，都可以来参加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。这次的完赛礼都和卡波联名，包括造型奖牌、纪念 T 恤、钥匙圈、毛巾等10多种疗愈又实用的好物。第1名能获得奖金12000元。装扮组的部分也会透过评审来决选出最有创意的一组，让运动更趣味化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